讲到咱的邵大伦，咱呢哈，伫咧这个礼拜咱报道上大白甲你开讲哈，讲到伊这个哇，这个好像一路走来哈，不是始终如一而已哦哈，是伊的心哈对这个音乐永远都无放弃哈。为了要做音乐这条路哈，其实他吃了很多的苦头，也曾经低落过哈。唔知影讲人生的目标要找倒位去啊？当年呢，伫咧公播内底呢，找到自己的另外一个舞台，于是乎参加比赛，又找回了这个唱歌的原动力哈。这款的生命力呢，有当时啊，咱讲是运是命，还是讲真正有才调哈？我讲吼，应该要有才调才有运啊。你也无才调对吧？哈，运来你嘛无法度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嘛，对不对？邵大文高庆怪一最近推出了最新的专辑，当年但是嘛是爱甲大人的开讲哈，开讲进行来听这首歌，叫做进攻退守，进攻退守，哎呦，那读起来怪怪的哈，唱应该袂怪啦哈。来，邵大伦，每一遍无你的形状，我心情爱重新装潢，才袂天黑地动来恢复正常。每一遍为爱来烧量，我心灵爱找找信用，才袂受到当伤来恢复健康。我已经无惦伫你的心中，我的付出敢是一场冤枉？用委屈体受温柔真讲，犹原无法度阻挡你变心的冲动，千言万语变做苦情。用委屈体受温柔真讲，犹原无法度感动你坚心的风度，千千万爱一寸沧桑。心情爱重新装潢，才袂天黑地动来恢复正常。每一遍为爱来烧量，我心灵爱找找信用，才袂受到当伤来恢复健康。踮伫你的心中，我的付出敢是一场冤枉？用委屈体受温柔真讲，犹原无法度阻挡你变心的冲动，千言万语变做苦情。用委屈体受温柔真讲，犹原无法度感动你坚心的风度，千千万爱一寸沧桑。用委屈体受温柔真讲，犹原无法度阻挡你变心的冲动，千言万语变做苦情。用委屈体受温柔真讲，犹原无法度感动你坚心的风动，千千万爱一寸沧桑。
该随的宾客宾爱是邵大伦大人呢啊，大人是咱家己人哈，所以也不用多加介绍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不行啦，还是要、要吗？要吗？拜托啦。那是求我，我求喂，你真正就无够意思的，咱大家吼拢是同事，对不对？虽然讲你都是我的这个师傅，对不？但是你嘛别当安尼搞我欺负啊！哎，我很淡的，我都主持，我伫咧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人呢。为什么欺负你是这爽的代志？对呀、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今日是这个翁立友来，哎是，你嘛照常甲欺负吗？你卖讲着蔡小虎都会使啊。真杯袂使，其他都会使。好啦好啦，帮他轻松的啦哈。邵大人这次出专辑，我发现他表现得很好，而且你知道，现在如果你去那个全台湾的各大这个歌唱比赛，相约邀他去当关主哦。哇，一刚看到你有够厉害呢！哇，我是歌手，你就去告诉他我是歌手了，对不对哈？对呀对呀，然后还去给人家 PK 一下这样子啊。对，我觉得好玩呢。其实哦，我是觉得啦。这个其实去比赛吼，输赢无重要，上重要是讲这个爱唱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能够展现怎么样，我们尽量展现，而且多一样的不同的风貌，对不对？真的。不同像那我可能唱的陈明章老师的对，真的啊，对不？所以对我来讲哈，其实唱歌，尤其跟陈明章老师学乐琴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他的歌曲呢很有自己的这个特色。我的一直以来呢嘛，我包括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我也一直在试图去找自己的路跟自己的特色。对，我这个哈看了这里邵大人在做这电视宣传的时阵哈，好巧不巧都被我看到，我干嘛哈？今后呢，我们当时想说为了打歌嘛哈，你哪一看那个我是歌手，还带戏那个电视这部哈，你就发现说，到最后邵大人就出来打他的新歌哈。对，啊，你等来黑金迷嘛。但是呢，说真的，你在唱歌的时候，好多评审老师一直点头啊，表示说有肯定。你那时候是很享受嘛，跟以前比赛不一样啊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像表演，而不是比赛了。对，那以前的比赛当然是一定会紧张的。有啊，我干嘛以前你的，我现在有事没事就拿那个，就是你以前在比赛那个画面了哈，就在 YouTube 上面把它点阅出来，然后笑一笑这样。以前比较紧张哈，一定的啊，对啊。那现在对我来讲，唱歌既然已经开始咧唱家己的歌，就希望讲若是有机会当伫舞台上去发表家己的作品，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不要带着任何的紧张去影响到自己的作品。